在香港新界大埔区集合式主体大楼防护院当咧整修这外观秀面的时阵呢，2日下晡煞来发生火灾。迄个时阵风正透，而且这的建材拢是真熬导火，火势一些就无法度收煞，一烧就烧过这栋。当地政府呢是出动1200名的消防和救援人员，还有140台水灵车来拍火。经过24点钟了后，油源有3栋火势无法度完全拍花，这死亡人数也一直称悬。目前有55个人死亡，270人下落不明。目前包厢的2名董事和1名工程顾问已经去互警方抓起来，那这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经宵透暝拍拼抢救，防护院的大火日天透早差不多已经拍花，不过规个是起了了。臭火大的大楼，油源一直呛出乌烟，加上部分主体还阁有明火出现，消防分推车规工都唔敢放松，一直咧甲伊抓水。香港的面积无大，不过人是靠绝子。伫新界大埔区的防护院是当地典型的集合式主体群，加共有8栋建筑、31层楼悬，住户大约有4600人到4800人，四成的居民拢是年岁65岁以上的时代。去年7月开始，防护院就进行外墙整修的工程。2日下晡2点51分，1户栋大楼的防墙角时间应该熊熊着火，短短8点钟，火势就因包围大楼外墙的工地、防营业网啊，还有跌到座的应该炭烧，并且快速炭到社区内底另外6栋嘛同款的时间的大楼。幸运逃过这个死劫的住户对法新社采访的记者表示。开这发生的时，伊无听到警铃，是住户互相之间大声喊，才走会赴。撳冷鐘拍門咯，隔離左右嗰啲就叫到佢走咯，係咁嘅情況。這是香港自1962年以來上凄慘的火災，也是最近17年以來頭一場5級的大火。確定的導火原因當咧調查，伊修工程承包公司的2名董事，甲一位工程顧問已經獲警方以涉嫌誤殺的罪名加抓起來。而我哋警方有理由相信，有關工程公司嘅負責人嚴重疏忽，引致到今次嘅意外，亦都引致呢個火勢呢係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導致一個重大嘅傷亡。特首李家超2日暗時召開跨部門的緊急會議，啟動緊急事故監察甲支援中心，下令全力收尾，巡查全香港所有當地進行異常的建築，確保安全，也前往病院臨時庇護所巡視。另外一方面，民間各界也透暝咧援助，真濟經企業捐錢救濟，大量的民生用品、衫、食物送到避難所，也閣有真濟義工攏無休困，為有落無厝的災民服務。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